我见过3次达赖喇嘛，他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人啊，所以我也和我们许多西藏的朋友在一起，你们也非常善良。但是共产党很邪恶，他是杀人犯。我每次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说 China O， 我心里有时候也很难受，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但是我发现共产党说他代表中国人，他是杀人犯。共产党他根本不是人，所以说我们大家在一起都要喊 China O。 我知道我们有一个藏汉协会，共产党就要建立我们之间的墙，我们要建立一个桥梁。我们更多的中国的朋友们都在支持西藏的朋友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共产党。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杀人犯，就是胡锦涛。好了，我们大家就一起喊胡锦涛，胡锦涛。代表我这个张铁力感谢你的讲话。我们西藏人民和还是中国人民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敌人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他们杀过很多中国人和西藏人，所以呢，我们的未来，人权的未来，公正的未来，我们的战斗是人权的战斗。所以呢，我支持你的讲话，还有呢，未来希望工作合作一起来。感谢。今天我们在这里向那个中国共产党郑重的呼吁，就是说，在西藏境内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个自焚事件是非常的残酷的，所以我们聚在这里，希望中共能非常重视这种行为。我们从来都是崇尚非暴力，也是遵从着达赖喇嘛所那个提倡的非暴力和中间道路的这种路线。所以呢，在一系列的这种自焚事件以后，中共依然在这边从漠视或者是对中国的这种西藏的这种现象并不关心，而且一味的把它抹杀下去。这种行为我们要极力的谴责它。在这里呢，我代表那个法国的藏汉协会和所有的那个西藏同胞，向法国大使馆大使先生呼吁他能够给中共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西藏人聚在这里就是要传达一个信息给那个共产党，希望大使先生能够极力的给予传达，然后也希望共产党能够重视到这个西藏的这种特殊性，希望他能够很认真的、真切的关注到西藏境内的现在的这种情况，也希望能真实的调查一下。就这么多了。